呢係一個建築知識 Day 3，今日講 Termite Protection 白蟻防護。諗住開開心心搬入墨爾本嘅新屋，但入到去發現唔單止有螞蟻，係講緊蜘蛛、蛇蟲鼠蟻樣樣齊。係咪即時想打俾個 builder 鬧佢？呢個白蟻防護做得真係差，你究竟有冇做過嘢㗎？今日我用1分鐘時間教你分清 builder 嘅2 part 白蟻防護，到底係乜嘢？點樣防蟲？同埋防咩類型嘅蟲？幫你慳返幾百蚊嘅無謂檢查費，同埋學識點樣保護你嘅地基。其實 builder 嘅 termite protection 係圍住個地基做嘅。Part A 係倒水泥之前嘅 preslab， 通常會用呢一種 termite collar 套過呢啲提前埋好嘅水管，或者用 termite mesh， 呢啲都會喺第一階段倒水泥之前做嘅。主要針對就係水管、電線喉呢一啲 surface point， 因為白蟻係最中意沿住呢啲喉爬入屋嘅。而 Part B 就係 perimeter， 係你倒完水泥乾咗之後喺地基嘅側邊做嘅。第一種係物理屏障，即係呢塊好似防水布嘅嘢圍住間屋嘅地基鋪一圈。第二個做法就係磚同地台之間，佢會做呢一種 reticulation system， 鋪定咗個喉管，然之後佢會再倒化學藥劑。呢種做法咧就可以每幾年倒一次藥水，不斷有保障。但記住，就算你做足 Part A 同 Part B， 呢啲都係用嚟防止白蟻入屋，同你平時嘅蛇蟲鼠蟻係冇關係嘅。所以下次你見到呢啲蚊蟲，你就唔使打俾 builder 啦，直接打俾 pest control 或者去 Bunnings 買支藥水，圍住間屋噴一圈，咁就夠噶啦。我係墨爾本嘅建築顧問Don，記得 follow 我同埋 save 低條片，我每日話你知更多嘅起屋知識。我哋聽見。